沉浸式体验养老院，9午后陪诊员，高能量的一天。我是深夜宜居养老院的客服和长者的陪诊员小蔡。今天的任务是陪奶奶去医院，从奶奶居住的楼层坐电梯就能直达。我们的陪诊服务全天守候，从呼叫到送回，全程高效便捷，不用家属操心，不用长者奔波。我们熟悉每位长者的身体状况与生活习惯，同时也熟悉医院的各项流程。更重要的是，作为养老院的一员，我们更了解老年人的生理需求与心理诉求，擅长用长者易懂的语言，耐心倾听与沟通。有我们全程1对1的贴心服务，再加上深夜宜居楼上养老、楼下就医的医养结合模式，让家属少操心，守護每一位長者，安心就醫，舒心養老。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有關退休資訊，或者邊一個城市享受退休生活，可以留言俾我。孤之有孔明，游鱼之有水也。